这一次有机会呢，大家听出一半的。那么你们相遇是一个得意门生，生育心灵。我们只有在身上的工作是政治他的，经常独特政治他的关脱肉心灵，两个的合作是三些，可是新品种你都难得听见的。第一位是叫他是中计。盖了他是叫红山，洋洋山春心嘛，就是一桩事体不满意，养两个儿子一对独头，你随便哪想不通？想想我到老高想结婚嘛，不是近亲；再想想我到老高想去登记个当口检查身体嘛，他讲不神经病。哪会得养出来一对独头嘛？随便那弄不清。最近心情蛮好，为什么？但是去年村上里向来一个小伙子，麻省旅客苏主任，非但马相好，而且学问好。到了书房间里向做报道，这两个儿子都是进步很快，看上去将来何况未有希望，祖宗忙人要去青头子。因为心情好，今朝收集来两个大才子，两位高牛呀，一个做主帅，一个文征明，分作抽象，你特别客气，请到理想。即听即鼓励，身体受定。那么做主帅的文征明哪位来呢？回来为几位当不好的人，半年不看见，突然失踪，那落到随便哪寻不着。昨日子做主帅了，受让人空死过之里想得那个消息。一是当都要么为之相府里我的叫崔香湾，面孔漂亮，对你三小女人嘛，就子我这手盯上盯到龙顶这么一在说不定来了我相府啊！哦，做主帅李亚奇，各文证明，今朝一朝同生到此地来巴结了相呀。现在大家听了说不定身体嘛，做主帅了动脑筋，来没来在相府这样多，人头这样多。自讲眼睛也不便当，三叉半的眼光，四叉人啊看不清爽。一副脑子带着一张张面孔去对改，这个来自半日听他说不出来，苏州官的一打副帅姊妹赶着了，跟你门一上反改，到旁边文征明都拍的。哎呀，阿文啊，老早，今朝老乡呀特别客气呀。请你的接听相见。真是。我倒想不到这个接听的节日会得忘记的难消。一帮高人节日也不会写啊。上头的士兵是下头的开始来回接。哦，士开回绝。真是。那么阿文啊，侬努力盯得住来看呀。盯得住来嘛，看人就看，士兵是盯得住来就是。够哦，咁你立起来多看呢？立起来嘛看够。哦哟，老乡呀，我倒无所谓，反正你了诸葛在难看呐。代理妈妈上那个当位。过来了，代理妈妈做主帅不是个么子。你也吃什么？你吃啥子啊？说的家务与神呢？在反转来想，今朝你是失礼。这里来讲，有说不有说，而且我今朝。特别派一个同儿出来送茶，啥人么是去年秋天马上来个同儿，苏州人，马上好拖着茶布打到外市，西台上小300种架子，跑2步路3吃路头，今朝么神心兮兮不？那今朝个保护不出来，啊会得困着了海个，海上花爱送上。是回去来了，河岸随时唐伯虎，为之吹响三小旅人马身旅客进华相府，出足使动不在于。得吹响面浪向讨不了真正的回应们，不肯回转出去，并了浪。
已经这老乡也归这里，所以两位高女混作抽象海里松树，心里别呀我。做主赛文征明来着啊，像文征明来着对不呀？这个做主赛内容的，非我无所送灯号的，你带进城，哎呀，大把红来了啦，吃的呀。这个你讲哪个位？老乡也米了是个巨哦，说了这都正可打不出来嘿。嘿，现在不能老乡呀是个黑一上么？你个上来了就没办法，眼睛是个闭出来，那只好出去。虽然讲出去不来个。口臭板，那么呢，改背，只有大把户想得去。拿顶龙马后头推一推么前头，一袋子米嘛，搿只茶盘拖得高低，在不对今年头浪向，整个张面孔只露出两张眼睛，实际上打出去不要紧，啥听做出在眼光太白，问大家和蚊子过去收拾，可见这个大把户弄得不是样。两只肩膀松起子，屁股么翘起，弄得这样推机子这样一个，松了松，松了松，来浪松上来。做起在眼睛闭着，耳音特别好，听见你声来了，当把火啊！你要死一个了，半年幸福上挨到底做动儿，别都要要么啊！怎么没哈？今朝来出来见你，要加上做东要用什么？我娘来呢，衙门费要用的。我就惠州苏州呢，老三老四们个做东要面孔拿出来，我啊送半把茶来吃口。所以说的他不一高语，说着不出门，一面孔做东要面孔，等天上做东要不拉海。大把户这年的做大一三个是当中去挖他一个打上来。啊，作揖！这个怪姑叫你叫我说啊，作揖呀，作揖呀！哦，你说上的一人一，你到大伯大不到老庄官，跟我打来商量，你这叫作揖嘛？你还是叫凡事稍微后日点。作揖用上的错个，玩一张作揖是一张作揖，今朝不个好地方来打。抓不上蛮恶个，杀伤力身体一冲，眼睛一闭，嘴里一口。我哟，你是打！哎呦，这个大把虎绝对是么在了。抓不子呢，差到了个种来物个，是你打得起的呢？打车班我会打劫。这一想玩输啊！队里忙忙来当把后吃口回到手机，我打来手掌，两只眼睛对准自己，一对。我非要说出来，姐姐来了，好好呢。当时出口抓不住，哈，话锋一转，哦哟，你堂相貌啊，牛做地位，这样一口外地蛮好看了，你骨头里向谁改？哎呀，松手松退一口气，当把后分出来。不过头那个做出在吹吹的，跟海窝里向冲眉头。代理妈妈位置呢，直播区拿来听听看，接力啥人们？文征明，你恭恭敬敬打上来。啊，文大爷，请用上。文征明来了，头要紧过来，下次一声不讲。哎，文大人，请受两声。再一般如来三个门一放，薄薄比盖一盖好嘛，想呀薄比一粒两双眼睛盯那个做事三妈妈，人人安平姐，家里奋斗呀，谁是不叫呢？气啥呢？啊，对不对动，欺负啥个？哎呀，因为叫我作揖戳戳了个眉头，怪不家。作揖，听那口音好像苏州话，高手神，我又得来东乡。哦，那么呢，屋里向还有啥人了家？口令我父母上房，父义父看。爷娘死他，阿哥兄弟五百，真阿小妹子不语。是啊，西上那一高头，可是你到屋里向得死得了，从都不让一着个。是啊，你的好不容易都死死的了。不是，根本没有好朋友当中还有一个不会了了。死死的了啊！在西光人，将他公才子啊，把五
多经济啊！哦，比那个文春兵也写个啦。朱子山那是个眼睛去来出来的呢，是边浪向觉得好像不头顶里啦抽起。哦哟，头名文春兵的错卡个呀！我真个是他来的开心啊！你不听听你闲话，不比比这个米的，你啷讲啥了？好朋友三西光，你也是你好朋友啊！那么一是他的一大西，谁去不来说话，谁说谁来的？好朋友谁西光，谁来干？文春兵对你妈妈可是当我不得高的，你去收吧。独立清爽啊，你来个目的也隆隆清爽，不是看主讲。据盘对写当门门里的情话，半年都不回去，手机口上去该打个事体不大人当。那么抓你出去呀？带你出去主意，想想办法。我来，打上一步。哎呀呀，老太师，一想好啊！没这，哦哟，我忘记他在也听个金屋那里哟，两位在不该托二位之福。托来看你，二位好，托福平安，请坐。是。那么分兵也好，他乃是一儿新婚，固守当阴也好。这公呢？昨日三队里妈妈来了，当阴么是来了那旁边啊，那只西西活死人啊，那分国上不晓得噶。可么呢？默默太平山门，老太师啊，俺们几个当不好啊，做啥啊？老大师死这个在，不是，当不好死这个人，当不好死这个人，当不好代理妈妈给你取石头取，你那不必追我死他。好，可能那还说下去啊！我山上个分听见有三个消息，当不好死嘛，我哪一点不风闻的呢？当有真身身法，哦哟，最近的事体嘞！老太师啊，那我打人两高头前两天，在山上向对不想想，那么听见三两讲起啊，都是堂屋里向吞得来个废事，两次起来把了火去山门口，我路费盖下来。那么我现在眼睛不方便了，看来这个辛苦了。那么嘎达谁不差，我路费想起来一看嘛，老太师，你那一来人不是不人呀，实在是相当不好。虽然面孔来得不清爽在，不过你耳朵背里一台机我看得着，当不好。这杀气但是也是强壮改版，也是死的，下次会我们得出米的该。他怎样是此的身亡，我不晓得啊。我多让出眼里了，可嘛人得当中一位老者，我老到旁边告诉本听。历史啊，是苏州有个地方叫杜阳门，听见过有？杜阳门上向有个山区啊，养多养嫩，可么你恶一点子呀？这个蛮符合国家政策到生子女咯。这老夫妻两个的反也不太平不安逸，为了养个儿子不想想，你心有发过。那么大致农县叫就是动画说，刚当过到苏州，到后去山观音的设想要举子。那么这个是姑娘呢，面孔的标志是点，骨头青紫点，看见当铺咯咯闪闪，小这个小堂对里向文弱弱。顶上一路上顶到杜阳门，精气没办法，精神发热。那么不里想出来，辈子个女二来二进去马上立刻。这讲你个老头子啊，这个西活死人吧，死人说的东口气哇，对面眼睛戳的个。我来了，摸得了不分晓得个。实在会到哪里水里下来，弟子个名字嘛，哪里送到农县在堂里上去，不是自家农，那么来得正好。
十举身形啊，唐伯虎大个为三叫乌贼，让大江上吃事体个当开么事，却把那老头子闯破，这个老吼得不得了。我唐伯虎身上衣裳不光，哈了，听见都哭，哎呦，本来要吓得了。我来对你忙忙，我不好一来是看上去那斜楼梯，好一来了听见都哭，一顿上午看得不喜不稳。加上太子上班，身上像结子一块，头上头咕隆咚，中红火，哪里多出那个堂屋里向，中红火是这样洗的，洗得真正叫作业啦。旁边个文春明盯了你的浪口，不说心。好大雨呀，专门个洗他，而且中红火这样洗，白那车队要拉着。小弟一时不明，啥个事体啊？那是唐伯虎洗中红火，身上像棒子杀头。有个，这不应该神的咯？不然吞得三当，但也清洁。好。哦哟，真叫死好干啥人？对个，这个是个雷动啊！中红火那我的吞得三当浪呢，这里10天去39。哎哟，本来我不相信嘛，还是个老头子讲说不听，是你叫上在。加上像他个半年来往个手掌个杆子，我的邦当说破脱的，身上甚至来头啥的。身上我的人吞得上头，吞了吞得三当浪盖，是的，翻得走盖。那么呢，他是哪些的个死人发精神的呀？只好打这个长棒彻顺利。那我到文征明两家里生日里做张望，是不是这个事体在清上？记他是一切真正叫作业。那他是根本不相信，误解了哈神。今朝我说出这求呢，这点可的，不可以的啊！据说当应身旁，为什么这里消息一封，讣告莫语？但也是个漏洞。你第二个儿子二度这个高三叫上水人收的人，打唐伯虎比较凶猛，所以打唐伯虎啊。关他的清格，这里来讲，唐伯虎是爱他的，肯定要有副干不错的。可么那呢，确实是出在文征明身上。那他是啊，这里是应该有关，啥分有关？这桩事体等我家水讲了龙不清在，因为丧事里向我得里两个的三叔所张望嘛，分工明确的呀，动地精确归我干，发副干。归文征明给阿文啊，你哪爱他就会得忘记这个人啊？我早回得快回过来的。不过这个红的也红，啥子不做你这个老乡，越是相信唐伯虎死，唐伯虎老师的办事体越是来得顺当。不这个流动简单啊，老太师，因为当然讲唐伯虎死得比较丑，天气比较热，不能抱得上游了，所以有请一改，夫妻惊动，回房多牛2两。那么呢，他是相信。出名的文化业文老人，历史上讲，看上去唐伯虎真正是心里人难过，不对嘴里上一首2洞眼里，今朝下他是2洞眼里，把那个烂熟的弄出来，可惜一代记载，死得如此可怜。差不多了，我唐伯虎可以抓出去了，立起来嘛。哎呀，老太师。时光不再，我们也刚是了。这个，你要刚是来。既来此则爱之，谁在水下水醉一杯？该是涛然。既受许此，不必强略来。吩咐十方之中，备着丰盛佳肴，虽设在寿仓之中，上2位居友，是真是也。来。吩咐张望之中，封200分人，上2位居友作为处子。哎呦呀，搿来唔去做啊！伊也吃呀，我个手上名堂伢子了。那么来，他是个脾气，我晓得，脑子出来不记得在脑中记了海湾。阿文啊，小娘，小娘，是得太别来挂着了，哪位人的？不费老小娘来，他是的。
几首诗词得老夫相送。不必相送，不必相送了。青绿怪部，那白牙送了，那请得为守军国家代送日哦。是，国家代送毕了。几首诗词话，待我送。可是，证明这大把人不得令俺喊出来。啥天立拉边浪向叫我哪个不拉喊？这个里向么不能开口的，对面个喊我粗卡的也死。得知我的，我还出去了。这后一声，两位大爷，请山高头吃香火，多了一个周围。可见丁家是东岳氏家，岳氏家旁边定下一只小船，过下个铁板，差不多的。做主山是平是得知，弄到手上要吃生活干，有闲话挨他的讲。关管家。送君千里终是一别，有啥闲话嘛？挨得的讲两声。石干便当，水里向蛮客气的，水里不客气了，忙身里依然鼓浪扎。所以，请了。没别讲，我眼睛不听啥我讲，我就用我都天白了，搞弄我手指我去，没法做吞当的事，我要做人不烫的，我不来，定下神杀他呢。可不来到冲场里向把人关进之门，外头没人看见了。把手一送不起个蜘蛛头头来了不客气，我把你这个开掉家里，神大忠厚和你，哎呦救命啊！旁边个文正你谁也得要补起了。做事上那张师兄们大把和师兄吃上不着，口错不都当一个友上加一位。今日里开人份兄弟们啊，我少失了。没，哪是？你要说么？你要说呢？那个这样工不够。好，稍等我想办法。想办法，当然了。那么我问你，你到底得取向呼吸？是呼吸么郎得这样种强烈你？那么那些对象是呀，取向的呢？与爱人呢？爱人们里拿三些当我女性，男与性，女与性，个桩事体百能够成功都真经的放心不来想办法。今朝我大文来机会来着，快讲！来回就去了，胡辣辣米上十样上十样多十样方十样有十样饭，我说得了跳起来当我做主赛对起嘛，来吹响啥高。什么？那边口做出这个张直播么难听的，个脑筋好，个办法想大也好，称这一声好。分晓得大把后来称这好，比上像个文正兵英哥哥，是好在好美中不足意。啥地方为铺噻？谁说个老先生当来对起龙带五级龙的，高些不难嘛。本是吹响，不是吹响，人就跟大家没丢嘛。哦哟，这么来看呢？这我看来要首次应不就等这样帮人一掌声。哈！今朝四大日开花，布个流动布得来得个哈。哦哟，这样一来，保证了为得上当，吹响来上岗，大家很开心。文正明这样一补充嘛，凡无一失，都是二位，我也干事。怎么写的？你要上我们，你要开手在，手不开，来不会上当。如果你个张手开不有个，事实头让有者等来消息，但吃药饭，你再不出来嘛，看上去自己成功噻。真是。那么你当你叫好张小肉了，停到了相府后门四大路旁边，你大致去想再美为首，那夫妻可以都有在。都是了。那么你还记得哇？我也干事了。那么我啊。既然你要最慢，做到一只药物，你当他娘！也来的也死跑，那也难听些。那么为了上大天要等我，口里都手包，兴冲冲当把后，心我想，一大路啦，进来个打开头的拉走你的办法么做出三样好啥，留下来谁看我做工要好，没做工事体不会成功。大把后做工现在讲起来一截了。一路个啦，进来的人光两只手马上眼睛老想拼命的让你的耳模样羞红，被人家一望之间刚刚哭过的，两只手当了当，挥了挥，没精打采，冲得了门前，相依相顺来了。
他是日子两个走出廊口，送快送3点辰光，回转来辰光，哎呀，像短把个容器上一走，看上去吃了个馒头来不开心吗？哇哎，明明送客，真正到这个日才得回来，相宜用兵。我奉命相送，既有啦，他们因人下养我大众。为今有口语什么是话很大意，让我带你老乡做大义呢？他日里单位下开了枪，乐乐听就心里别上眼来。哎呦，不灵！为啥做主山的人，非是心想不是好人，要出事体干。哦，讲算什么？西大几句家人话，再把我家事来问得上。问我今年几岁？他会问我口生他气。哎呦，不灵！你来三小伙子想搞几步档口啊？不样事体不提起第一个桩事体啊，说了你个跟金浪向。小侬要心不定哦，你说哦，说法。我来在大理讲，我叔叔都让我年岁分配清。你听见啊？是那年岁分配清，王空啊，王空，该死啊，该死！这个啥个配的？年岁分配清都不来是一个事体啊！年岁分配清该死啊！那30岁不完婚么？那还年吃不是啊？这样想开始40岁想搞结婚么？呢？托夫妻都赢啊！你不个种道理不成个？此话怎讲？是我拟人20否家女，岂非都在了日相？将来以后你去接地娘，孟子云不孝于谁，父后伟大。不太高知不事体不大，养父出小奴不能手中接待，这个是大事体。地球上500人的来这个事体啊，难不容易。那么你对我说，你还没这干嘛？跟我走吧。大伯人跟在东王勾手去。他呀上头一呀快，与我来识同饭。哦哟，做
书山搿桩旗子很吧，猛攻将，搿个叫美人计，要挖脱我同儿。那么听听看啊，小奴啥个态度啊？你别真呀！我妈妈打你讲呀，是做东娘你肯帮我下头我来生呀，欢喜我个呀，还肯帮我下头呢，还讲了还。我身在老乡一的送爱，身为叛徒唐氏一走，岂不要我两位公子的约孽？做大义美义，都不给谁领，我为了好，对我一片忠心，为此两个儿子。谁有高知不服他，受罪不起，为难。你好，我好，大家心盼心。既然你受罪后悔啊，我不个无谁后不了来。哦妹，别想我的家，叫到两条肉，几个两头木家，做主山到你自家一讲，心里蛮开心。我说起来，做头呀，你等一等啊，我到相府里玩一玩。当时小八哥打了一道动身。得知相府里让我面上说这样废话，因为呢哈，你不句闲话不让我，他说我不句闲话不让你，还不理个我的闲话呢，你在那这里不上不是不说，反正我的露露嘴，讲起讲眼唔耍耍，根本你不讲地本我看，啊讲了还，那么对你妈妈，你真正要这样做了，非得我的不不来，我讲哭了呢，你不要打算。到最后还当上来，为什么？你有两大部队，马是一个样。那么做兄弟的一片忠心是这样桩事体，不然，怕个人到外地去，外地一下看一看，做只三手啊拉浪盖加他两条手，我就哭了呢。做只三手不拉浪盖一片忠心，我要另眼相看。这个哪里面了难讲的，我不相信的呀！想出去看一看，咋手了？现在心里也我是个呀，我难对我啥不信的？看没有看干，里面浪向闲话要讲得出来，到底是过了不是出了？闲话真漂亮。做主三是此说话，太着欺人，老夫要与他并购立信。话毕，是谁去开来？做大义的举手，可谓在非。大把口悄悄的没这里，做出三难不开。这里不里讲啥个？你心平松，北要几口，金口不放，拉着开头人，到底一些什么第五人来围对上，回兵老三呀，做都不要个手开头人。既然如此，少话他，别你里。指地上讲，心里面开心。小奴对我是出人相待，咁么呢？我还要不句闲话不理，到了恶心我不理切切。话哎，是你对老夫一片忠心。喏，老夫不会亏待于你，只要在此3年复购，我赏你一个丫头别了。哎呀，我也对你相府里向有关这个3年复购啊，刚刚分享到，分考虑到啊。哎呀，总是一想难吃口，现在叫我哪个？我他是家里想得无聊了，想要我刚刚半年了，还要等2年半啊！根本我说叫不想，不晓得来了要弄出头的呀！当时要猴子破难为人不开口，不开口不那不想么神人的没虚的，还要等2年半，这个等得急啊！我只第2、3个人龙江村大把后多定3次啊！稍微想起一想嘛，耶还一个一枝一美的基友郎，代代也下定主张，啥上头的对阵是老乡呀！
因何发笑哎啊？呀，做大姨呀，做大姨，你真是了是死神！话此话怎讲？那个梁山海，我不啦做的呀，真的脸啊！哦你说来想要三人肯答应么？这个理想花的蛮多了。哦，相府里向有规矩，叫3年复购，这个复购没底的。你家相依3日能应允，定要在复购2日上做文章。这个复购2个字，你背要做文章，都来想你当你好人屈后呀！啊，做大姨讲的。哎，你好不容易熬过这个3年，还不来生都来想还要背腔子，看看个老乡，我不大称心，再来3年，再过3年，个老乡也不大满意，王3年、是3年，你不要待过1、3个事啊？那跟我走起，今朝到手去，明朝8堂成亲，养个儿子，手中接待。孟子云不孝于谁，父许伟大。对该我千张做主在一国，干嘛对阿里去代理？抓我子打来对起，你不理个，我不理个。你们这当你8堂，我今朝谁不理8堂？你看那哈？话是据守是此，老乡以各位开恩，今日赏你个雅会。今宵无婚，你开始喽！大把个这你的上规则，就再睡一睡，再睡一，做工好啊！就讲相呀，你有上口雅贵与我们小人不要，会了。苏大姨有讲了啊！你做事这个切勿能够懂到弄不懂讲是什么？他是3日。上口雅贵人双对，只怕难以称心恩上。不过我的不能便当的，称心那是难了。跟我走去那我娘来改，父郎想所以我的娘来改，你都来想也肯不能改了，不肯的呀。你都来想要是叫没叫来想要来讨事。把人家说起，再想大的好长寿，这我做主山看起来，你都来想要这个肚皮里像平几杯，15路1块的。啊，周大爷讲的，哎，是你家相依，一笔带量，上我当当挑袖相梅香。孟子云不孝于谁，不会回答。真是！我又来了气啊！斗民族之赛啊，我分得快来呀！你来一趟，社会些星光，我哪位计划？一做损失，现在才才上高的。啊！你请我80日呢？而且8个辰光，200两银子作为筹资，让来发笔是要才为呢。夫妻打手机，你2人咋用不透呀？我本来200两，你用不到打手机，你可以打安全的呀。我双方贷款呢，为什么我实干是要去啊？顶顶出价，平几百，10副了1块，可从头面我戳心戳肺。分夜恨杀猪。谁？他虚此欺人，太不该。分那名使出美神迹，他与我神心。龙奇怪，你挖他我童儿，这个也气脱我半家不人家。
两只小鬼本来是名字小不离奇，现在能够对做事，我谁看个懂日呀？你当不了说不清啊！我两个妻儿欲曾经修平他，终着耳朵才是在我六十美心60位，刚刚稍微心里松一点点，那头你抓胡子，眯起眼来说不清爽。啊，你今朝当我对话，单位去代理，听听你好听，手机嘎牛夫中的哒哒地，那哒地吧，也不是我不晓得。我的们不理解，是怕绿的，那一记我的了。6个了不起，连到嘎子不主动娘娘的吹了还，连到马锅在里补起来嘛，不满10个女的呀，你还当我比噶？我把你像花名场上像弟弟我的毛2包，漂漂亮亮盖得这7、8十，身材上腰跑起来好看的。现在讲起来4张模特儿的，我可以盖得出2、3个。你说哪里啊？你当我对2个几代理，今朝嘛万事万，哇是，我家顾家翁傻逼花名册上你当然巧手好几里归这平地梨花上里金香开在海棠厅上呼吸和红压柜上里当上跳秀他把我心花怒放牢牢对起我吹响沙高，手工为了累双手摇摇，哎呀老乡呀老乡人，需要为了小人，破坏了相府的家规呀！这种小猴子，哎呀，懂规矩，非要破坏我家规，家规嘛，我定出来的。现在我自家摊贩有啥道理啊？这是家规家法。是国家的宪法不符合国人这样改，啥道理？许的东西，老乡义为你做主，随我来。是都废了账。那么海棠厅秀妹，请听我答。我想要中基上当自家分晓的，马上规则老中国，我合乎了我的，15岁以上、20岁以下马10个分配过清的列一张名单，搞不都去忙的。谁到房厅禀太太，再去通知2位娘娘，几个车子对我来嘛，哦哟，吃力实在。实际许多我头一个一个去关照是难吃得消，实际把娘奴到我头的座位上去关照一声吧，说我头为所谓，实际上是小日房。不是替我头才到小日房里去。做珍惜生活，代山海经，搿搭一关照嘛，才会传开来。现在大应该到小日房一看，哦哟，没知道你都到谁来干呢？估计你来不些等不下子去，做啥来好不啊？阿弟要叫你做啥子？哦哟，兄得了，别吵，娘侬看，真叫啥人要做新娘之贼？
这啥个话讲？啥个意思讲？我实样让实样都想要开恩，合乎我的娘和二兄弟给种子们当呀做亲，阿的与人做新娘之贼。啊，真啊！啥听见讲男人实样开心了嘿？是哇。哎呦，这两我的开心的嘞，称好吧两样子。哎呀呀，我干妈妈。哎呦，哎呀呀，好啊！亲娘。哎呦，亲娘。来走啊！要是快的老祖宗啊孩子出来，你都讲知道这个地瓜。好啊！我个名字阿来一家，侬阿啷个讲？侬阿啷个讲？别吵！实样许多人问侬难讲得清爽。大家心一点，侬一个地名啊。哎呦，王春道。李布道。哦，张世锡。于永熙。张文之。这一两14名字呀。哎呦，我这是紫水晶，哎呀，洗脱着啊！混脱在老中国那行下进去叫挖脱里。哎呦，美女，哎呦，恭喜你多谁了谁了？有一个屋头在外头天天里向大衣裳，上来分菜性格，天天里向这个男妈妈衣裳不脱。哎呀，好吧！哦哟，妹子！你现在妈的懒得了，到底啥子啊？我是让实讲都想要开恩呀，和兄弟给我。真的？是吧？好吧，侬阿啷个？侬阿啷个？侬哪晓得讲？好吧，你再点名第一遍呀。说得出要好个了，谁让你实讲侬确保这人生一笔笔地震。咁好吧，是啊。我来弄毛两只人参，把你补补身体哇，阿爸。哦，你到外怕毛皮的。小人妹子哇。那么实讲侬点么吃不是在？再看，你报个名字，侬说说看吧。你带不上了，好吧？侬不讲没的。哦，你讲没的。你讲没的。哦，侬该打在大是。哦，大是的。半道、昂道、春道、四内道、商毛的、为商毛的。哦哟，谁是没的5包啊？啊？是我5包。西瓜子没的5包啊？我当还不买不接口，这张名单啥人开的？老中国。老中国开的。哎，不离名字眼睛开这个吧，开这个吧。说得出要好的了，老中国好人富贵是干的。才不晓得个呀！谁做厉害我大衣裳，我分得银子里，那么为谁什么公办私税，弄我名字眼睛开这个。什么叫为公办私税？你要非要吓死我！开官，不是这个，不是，拼命！没，侬问上一个。哪家？你今年几岁？那哇，侬今年18岁。哦，18岁。18 16岁以上，2岁以下。阿啷个？来档次里。阿啷个人？那么你还是马这个屋的呢？马这个呀，马的那个呀。奇怪噻，马这个屋的18岁。哎。硬当我。硬当。这难怪都服了黑给你。没个，你按派亲了。亲吗？来这派个什么？派子亲长。哎。你说得出有戏个了。还不是派子亲属啥不亲长？派子亲不来是干？这是我兄弟该种子你们那喊着。该哪家？不用讲同乡老婆，你同乡老公啊。说得出也好了，抱开。那个派子亲不来是干？哎呦，这么害怕，光来光去，也光你娘的不好的。让光娘的不好的。从小到我配个亲呀，谁是你娘的发？对面娘的，谁啥娘的？谁亲娘的？你都一搞门起来。他娘的一搞门你还了害我。隔壁讲龙福清上在，好有第一个名个两屋的开心的嘞。眼睛围在房间里手掌打扮，头上插花大头，身上穿红扎落，一个一个打扮的非常花的人啊，一再个么非得现实王嘞。那当中唯一路的自个晓得个，这张面孔呢，不不都改。再还没有只难看面孔，在那边上么白衬，一口没，一在。懂了没呀？哦，男人女人讲，女的一个冲子窝的，从小经常吃瓦头，所以上男人喉咙。介绍一个年纪的一个分量不相称，今年年纪16，体重要有200磅。那么那些阿位好口的，身体来的面孔也是难看，听见叫时光嘛。叫做啥？懂了没呀？你看娘把人搞到当班的人家边边支支，你哪分啊？不去他一点点讲。侬不分我。哦哟，来这还是谁？那
我话么那个家是脑子去啊。哦，小姐妹，我亚妹屋里开心啊，当当当过来，要紧收起他门，开一开门，打到里下，身体坐定，一看台子上像一枝花粉交交关，他分着我。么他分么一点点力也不动，一动8分，全部到了台子上，像枪地势，根子像玉米粉那个，砰的一头，全人一张薄饼，一副为化妆蒙住面孔了，一喝，哎呀，看不出这么挖2个眼眼，哎呦，闷得了说2个洞洞，那下为好看。那么要第一次一不动，那么呢，他的云落地里一不动，一直我过来，疙瘩一点，滚大一点，革命一点，吃嘛吃4吃地13点，标准13点。等到弄好水里，当出来，哎呀，哎呦，好个嘞，弄得人家僵尸那一个呀。越来看越嗨，妹子啊，等一下你那弄边了啊。做啥？这什么你做啥嘛？这我才不能5把铜的。哦，有5把铜的给。这个屋里一看，咦，平常里的那面不也嗨的呀？说现在热络的啦。东个哇，那面层里哇，能开得进个哇？我怕我也给。喂，老妹啊！哦，妹子啊。东来呀。做啥？跟我不比啊。但是我不能6把。那么这样我们6把打起的。我说得去了很晚。啊，我想出来个办法了，你挖得起啊？对呀，别的，妹子啊，一口吃，但是我不能，5把。这么一定要准则。老妹啊，你辛苦着了呢，我不能1起。马家这么一张高子。妹子一口吃，这我就不能2起。我说2起的嘞，何今这个大拉妹是3个改良的提股票的干，你涨压都来了。还有个这内口面孔是今朝的吃香啊。不晓得你都那个拉妹抢来得起。一个人看得实在爱不是在，啥人们3日往里走上东港比赛个实力这样。哎，提起实力呀，相府里向大名鼎鼎。想要的是他到背后去子里下个咸菜，那么吃多了饭的。有几个这18菜的咸菜肉丝，哎呀，这是5把下头子。上个不觉得有金个不开牙子，而且单风还见一根是一根，不容易讲。别说别人，那才是御用先呢。一本正经还是听我吃饭开，掺着咸菜肉丝。好像我剪子一根，我的刀子10天不根，像三盘让我一抽的了呀。来，听说你别听你讲，他形容个文章噻，这个像三盘让我一抽了，我们上个么预感样子。但实力这样不能比在。哎呀，实力做年的竞争都赚了哈起劲，斗争功，来的是。今朝要么我不出去，出去的么呢？嘿嘿，我问个呀，实力无人言，内以心中喜。平常你觉得这个气风灾，哎呀，这是我自家的眼睛讲，我是也分得希望的。对我偶看看弟弟身上，一年说哎，这个气风子呀，还在高件衣裳一啷个哟。你对我3嘻嘻点点头，你只不我在觉得身上汗滋滋，我也要分得希望的。对我我弟弟一年说，哎呀，日子还要热伤风的，他一点呀，你总归对我。3嘻嘻点点头，哎呦，这个是耍个米的了嘿！你是玉在身，必定都心中心心是狗，心心
却将之本偶一失。这里红发白绿第一人，这是插入岂能归龙诀？我是那凤凰怎能食鸦卷？他是不吃心的风一世。回家这里来看得实在啊，不是嘛？哎呀呀，阿家妹子多啊！哎呀，是李姐姐嘛哈？哪家？今天你们公子相邀之名，到外地去嘛，让我兄弟给那这玩，给种子嘛当样神亲，那么我那个想。做夫妻了，他也有缘分的了，也有缘分的用不着打扮的，也成功，总归也成功的。那么不缘分是，不打扮不切的，我到面孔上看花粉点不用上的呀。哎呀呀呀，这个是啥说讲？那个做一个三个的来，你出来东一碗。这个我难听的哇。那谁要看你什么桃花运瓜子啦？这个河里搬得起的。这这个问题你给哪个在？我们口袋啊边的。哪边的？那就是真正河岸欢喜里嘛，还用不到这样改哇。哦。那么这样的老乡呀，讲一声，我欢喜美人。而是想要合乎我的呀，肯娘里改得了，里中一个不肯啊！咦，哟，我看啊，表面上像我兄弟代理不错，暗地里想就改来我弟代价，这啥意思จ้ะ？有点窝里窝了哇！那不错啊！哎呀，这两啥闲话有道理讲，啥个我不打扮了，不穿里新衣裳不换，你看看阿娇妹子都一个个侪打扮的在花的这样一张一张黑呀！别打毛的我眼睛一花，盖子里多讲。哎呦，这是太微不奇怪。我心里上也不是明白，叫我，汉子啊！哦哟，妹子啊！你等一声我啊！做啥？我起起谁来？我就换件衣裳了。我说你天上标准标我的呀！我起起谁来讲？谁来讲？等到房间里打开箱子，拿出一声，我往个头子都挨得准，鸡蛋看上刚刚下来的了。局上脱来，身上坐上去，我面镜子，对镜子里一站呢，他一耍气，我得了这个恶淫恶事。那哈，俺这夫妻就是看身衣裳，不我，身衣裳脱下来，局上坐上去，重新再对镜子里一站。哎呀，头面风的上说的明白，灰满落脱。谁会是心急吧？局长脱下来，身上坐上去，再对镜子里一站嘛。哎呀，耍个一出家，俺也是俺忠心就恶了。那哈，俺是我搭这个家，有个家人就是一身衣裳啊，懒得是，你都还当我比干，我的脾气大更的，更大的，口大的，不我顶级不可的也人工的。身上脱下来，局上坐上去，脱下来坐上去不当心，哎呀呀，身上穿过这个玩，结果我们身就到身就衣裳，再一想，很少，留点余地。不我新衣裳等些万一真正不成功，说起来我本当不想成功，所以新衣裳不我给对。哎呀，心里非常热呀，看见台子上有本西瓜子，别的娘去当官，眼睛过来。在窗根上呢，哎呀，苍天在上，雨土在河，女弟子出来了当中。今天二公子想要之名，在外地让我兄弟给种怎么当呀神亲，我不把我呀，一定我去当官。我找把西瓜子撒了台子了，西瓜子神杀，那么我那个有家也成功的，西瓜子神对我看上去我那个有家不有问了嘿，天了呀，只把本都通的灵性啊！
是我们找把西瓜子往台上撒了一扫，一米地，哎呀，心里紧张的嘞！一、2、3、4、5、6，6哩，剩3个，哎呀，为一哩了呢？7哩不哩，剩对吧？脖子摊开，哎呀呀，为一哩搬了个本子下头，过来，他也太口才呀，这不是一个还不老太太？哎呀呀，后面西瓜子玻璃嘛玻璃，拿起来结尾跟了。哎，这桩事情嘛，总归得起结玻璃了嘿。其实手里呀，你看中我们来在起结玻璃个事，再一看那玻璃面上身上回带毛的们，嘿，阿伯啊，还有妹子啊，你问我啊，那我问我在，你提上别致用法的我这个，在。要么你都跟着来吧。来吧。哦，一大路过来嘛，说到该打海棠天，那么听老乡的哈，我想要等到是现在这，若是说是老夫是玉之美，红丝一缕，为之夜公之，定想要每季都来在。受他们进来耳语什么在？每知道想要滚都进来吧。来，大家用得里向么小的去想呀，没得去想呀啊！落到来个男人家，想要一看嘛，哎呀，大郎妹我来做啥家？哦，年纪大概在范围里向罢了。哎呀，起来嘛不必一哩。哟，老一看，今朝个比奥吕不得了，臭红杂了，谁当背的像上午都妹子西施到阿家来讲。该我看看，桌子在屋里向，一直讲的奥吕，哇哎，一从阳关一道，说吉祥，都是相遇。给人辰光个大把我心里想靠啊，半年都口头分不吃个，那么呢还4月以上，快点让我来看看吹响，肯定给辰光吹响，就一时开心，一时难为情。大家人情哪边难为情？4月以上当然是高兴，一步走过来，2只眼睛带着乌堆堆的想，让闪过来。没不来了看呀，他2个屋里心里想紧张的嘞，个个侪想成功。今朝才要侬自家顶海个雨滴亮起来，这个屋里自家晓得，人生得上身材好，这个雨一来了前头，第一把嘛第一个。现在看见我按了忙门，雨衣我衣裳一，裙子发，对我按看，一眼头，哎，看见我个身材啊。一个人的身材的确是蛮好的，不晓得这个米奥吕好一双眼睛，一是大一是亮，像呼吸这个对准之后，上，为着上呼吸上，跟哪吃得些呢？跟眼睛花得这样副样子了，我上的还是你好给。这个我的自家晓得还上脚，这不愿意来了前头嘛，我先脚都去。对我跟妈妈一年头哎，不客气哎，我上脚背法干脚心法哎，这个当中也是头贴，还给我看见在还给。不晓得旁边的奥吕好2样么子的，一个是头发没上亮，偶有的是唯一一颗牙齿细把细，2样3样不互兄弟看过吧？头发倒不要紧，露一露，幅度大点嘛，引人注目。牙齿难不里看见，总不记得带准之后，不这样的，一动脑筋一在，一面露头发，一面搞一个喜字。实际上一来，上午的牙齿谁看见带，所以带准之后，喜。分多少个喜哇？回过来一看嘛，哦，这个屋的牙齿生得细，哦哟，那副是也不怪我生气耶。
嘿，一边看下来，分看见吹响，看第二遍，还是不吹响，没看到个对子。少听么房厅老向，四下下头一个人分担。哎呀，这个夫人欧并不同啊！听见新郎人分担，我还要对自上的，再改是我。再一想不来讲，如果不改了，老乡要一年薪的。啥？配两个屋里出来，大家都配来配来。彬彬神光，等到思想一旦么事情真好。对，哎呀呀，老帮主为妻子，请过来是对是对。哎呀呀，这个海南写的啥人家？真个有名字吧？人与人民蛮有蛮名哇。哎，有名字呀！这是到自己的芳龄，小的哪里记得是呀？对的，对的。那么这个啊，讲衣裳颜色哇。哎，关是那啥衣裳颜色那种，是这个好的，这个颜色不定地当。那么老帮主为自己出天来我是的姐姐，来，谁的？我天来是给，哎，是天来是上人家，上人家。那我，你呀，你们那天来，这风颜色哇，你们这个天来哇，风颜色，哎呀，哪里是粉红颜色讲？天里两些我当初辰光是天来颜色呀。那我那边风一张。哦，但门跟随么一笔发帖，再到里向我就粉红颜色。哎呀，我他的衣裳是个我他的男人哇。哦哟，喂，我要点出来改，来不及啊！要可不啥人天来讲。说天来颜色个屋头屋了心里耶，一个喊着我，说明我别急呀。哟，阿姐啊，你哇？你哇？咦，但的瓜是老啊！我第二得了，的瓜是老了他。哟，阿姐啊，恭喜你啊！吃那个喜嘴嘴啊！怎么小两都娘开的呀？娘开。我有个屋里恶心的嘞！哎，过来，到我门里，身体立定没对神的不行。当把我一看，这个屋头啊，水神得，无人默默搭上一步啊！谁知小弟吃香一粒了。哎呀，你别客气了，自家夫妻呀！所以这是靠夫妻的噻。啊，姐姐，请问姐姐叫什么芳名？我叫世喜。哦，好啊，今年几岁了？18岁。今日出生不要自然改。前两日苏密先生到我书的名，是我今年红炉星改在一同西行，为什么有36年包夫云鸳鸯18头怕你知道你？呀，18头怕你怎么特多少地才是？在结果里打里配来。哟，姐姐，我看姐姐呀，千事法三为娘，服用礼，你的家，你的妹儿媳母儿巧，别个中央小区跟当，两儿夫妇养女养，坐下城里小玉桥，真是一位美不见。哎呀，我唔把你讲的这个好的呀，结果你看我还是好嘛，我把你成功吧。哎呀，不能这个。一再马上要成功的，不能成功讲。哦，这起来啊！小的为呀，不可。哦，要不可。他给你可娘，可还子啊？许此请姐姐足够生去。哦，谁够见我？不知。再请姐姐为主生来。这个为呀，为出来。做生的还搞讲摸着儿子让你看呀。哎呀，别急，你别说，这个屋头啦，样样在内海个。哎呦，不买病就让海里进去啊，不来讲。是啦，想我快让背出事，一口个鱼嘴。啊呀，是我啊，是我啊！哎呀，那林子不秀出来这叫，那好啦，姐姐呀，我看你桩结义都好，小你的背心太高了。啊！我个背心改是啊！哎呀，我背心不改了呀！一定要不改！别看上特子，背心实在太高，那个小弟的心意，请姐姐回去吧。啊！什么子？我这一个孩子出来临时我就回走去呀！我又没空做人的了。我
拉拉本当不注意，不能讲出百姓高嘛，就看起来越看越高，越看越高。哎呀，高得头也红死下去了！不知不理哪个想出来？一看我当不动，只不过一个为10样许多恶女了还。哇哎，是在迎接秀。是不晓得你多么是这样，当然是一个恶女，个恶女少年叫春梅。那世间我的这80姊妹刚刚在蛮开心，该种的世间是你大，而且要顶顶标志，你到成功嘛，你还吃西走走呀？临时我就劈到了靠近来的，哦哟，对我忙忙来到只过得凶了还哇！可是来的是世间要标志，你总归不会成功的。哎，你家没别害上我嘛，我把要说出来两声，顶下你害我。在那里向你看不见的，看出去！你看，这样啊哟！大家第一把第一个，对我按了看，你家没别害我，害上我们来当心！哎，确实是吃害人呢。本人刚才笑眯眯，遇到里面空撇，但反而得吃。呀，马帮这位出40个上的姐姐，来，请过来，谁的？啥人非是家？哦哟，阿姐啊，恭喜来做新娘子照。你还没这么恭上？哎呦，吃点喜气。你还没吃点有？咦，啥个老白了那张？你看看，叫了就叫过不来，叫到我们的生气来的不行。大不好有分享这个来回句问，姐姐小弟之相依泪了。别高考气的啊！你的工作上讲，面孔白了。啊，姐姐，请问姐姐叫什么芳名？春梅。好啊。春为岁岁，梅为花中葵，今年几岁了？18岁。哪了？说起叫他形象模人啊！阿位高中都把人差子项目了，与侬比谁讲？我里把你配的老大说，来回去。哟，姐姐，我看你呀，叫青丝发。3为鸟，芙蓉里弟弟叫梅儿喜，毛儿强，比如中药3块银两，2儿夫妇养驴羊，做下千里小玉枪，真是一位美公姐。妹妹姐，定要进我个百姓，阿该。那么大人国得着，欣赏我给，少什么东瓜，他是小的把手啊。你要欣赏我，怎么拿我不要跟你屡不相来？啊，姐姐，你是哪里话来？每个百姓一点都不干，我是小弟一狗之人，相追之啊，天生我对你，肌肤不如你，我呼吸都成飘杀人心，如此俏佳人，上我大人体，小弟体的你也不是脾气，真骚气呀，骚气哪个春梅不懂这个？明明我不是10岁的呀，哪里看起来我还还是孩子家？哎呀，阿为我那里有干？哎呦，不要你说呀！别本来的没孩子来把我撑了疼一个男人等他自家，样样才是高个汉女人们真的。那么别本来说起来我得眼那个，为什么胸不够了我非要吃？我有个特别不奇怪，快点还在那里拉走来。哎呀，我的啊！哎呦，掉到去啊！饿了这个嘞！哎呀，饿啊！那个脾气是厉害的呀！我想来个人品还好问还不知脾气啊！现在这样一口我试试来试出来的，那个脾气还个呀！你记得来看这个娃还是哈呢？那么我现在搞不来的还牛仔，那牛仔我不牛了牛啊！不能得来人工的呀！哦，姐妹啊，小弟为呀！可没在自家夫妻是一个天上的啊！可以姐姐，你不走气再请姐姐，你会出来？你可要经过口没在啊！你要从对浪看到这浪嘛，我立在凳子了；你要从这浪看到对浪，我身体不来。进口不动气啊！别也动气了呀！为什么不能当来人工的？啊呀，姐姐，修啊！哎呀，那一把小我就拎子出来这个啊！那好了！哎呀，姐姐，我看
见你都喊小你的祖国太高了啊！一时把这百姓不该赶到全国上去的。哎呀呀，阿二啊，我把全国不修改的呀，我守住了呀。那么哪天来告诉本来我开心子吃到了饭嘛，一张的呀，全国的不改的呀。最低的全国实是太高，那个小弟心意，请追回去吧。哦哟，那么写的上当，什么子？刚刚呼喊大喊，天下地下洋洋哈，连着我就瞬间回走去啊！没啊，不是个味道，怎样？刚刚看到我晚还是喊，啥个连着我就走去讲，全国干了哪家？这样做夫妻关，全国干也不都去来三五百干，全国干了，今朝刚说代理我进去，刚不去代理我顶中的，打不来的。我有个难上卡，这个哪来是讲？让我光吃代理的味道，拿出来的是啊，姐姐。将军记住不干，好似两把的凤凰花烛夜，我命出来的。你们来个杀鸡蛋！哦呀，那个全国干的了，像两把担的了呀！哎，这年子刚说了，你这种人相夫里用的是用得着的，哪天肉丝线是往里用得着铁菜蛋的呀？这样弄块肉毛当面孔那搞这臭孩子完了，肉丝一根根我都下来关。哎呦，放心啊，这位我不来给。啊，条妹子多啊！哎，大家娘开的呀！这说啥？今天什么条妹看了都是两把单子，打心打吞都你都隔吞都个不对。哎呦，我想要到写字出来的，这张嘴不大厉害个，外公的来对，我看看银行的里不改的，实际上许多我的一塌不是两个，口服中未见乖来，哇哎。相遇一种雅为神话是哟，修后不修啊！啊，我要修了，该是两个都在一上，再盖下去了，搿天我得冲上来，弄我吃那地上，本身我这一顿上午看啥光了海个。搿么那喊你，于是你来想想，拿屋头比着花，我顶得出来，拿花来比着屋头，这样一来不都在人着？啊，相依。像一种飞机，虽就是花是用，所谓杯中不足意。此话真假？相依。与众与相符，此话真假？咦，这可问你两个屋里不错啊！哇，哎，是，西比这两公雅贵不是很好么？西比这两位姐姐好有一比。哦，那。作为鬼火啊！哇，小是草木落堆地里钻，一比样子不好，也看么工人实样来回，哪两公里？那边是么人里7岁的梦圆李红。一比他交过着，走你两位如何？走你两位姐姐一语一比，还与那牙刷引得动
手儿是红门人，一山一楼一并不相迷哦。那空谷雨来开手山，来红啊！一被他生领着，哦，你要火苗的这么美味道啊！哇，哎，是这个呀，为好。哦，有这位姐姐，好啊！他也是红汗之辈，好陈南。一比他亲女子，那看么搞不住国对不是两容。你来那还是刚子样子，哦，你要送的个，一看嘛，这么一个好姐子，哇，哎，是最后一个亚伯不是很好吗？这位姐姐嘛，也比，爱下不动没错。美货，像是松阴往日，他能去说。一比他两着，忙过去一看嘛，狗有个大面孔，像狗上面孔，那还必备着。哦，来呼吸火苗的个，一日的个，老老当作精神，一看嘛，当中个面两个好姐子。哇，哎，相依，这中间两回事，哦哇！哦，这两位姐姐也比说红哎，那三呀青花香，牡丹花这可中了，比个火明难听啊，比啥呀都是牡丹。啥样是火当中最像牡丹，火中之王。不过来了一周你的二胡啊，两个不来是讲，我娃只有一个，你不许给两个，但你忙忙只准给一个。一个那个不干在那里啊，相遇我却一直分欧你装。那么有的我说，一比他说妻子。来了，忙过去一口一个，对了红旗红刀加上一个加上红旗红刀对了，忙上去这个他呼来了，不过来了心里还有点呼来了。哦啊，实际上许多我的一家盖不中到底太太个，内心的一家不是，这样让我细细都看一看，给一个不能，对，老老当初心中四面看，我来买第一把当中一个。杀人不吃地子，哇哎！是第一位终极这个亚贵好气力，这位姐姐了啊！玫瑰是个春色线，就比玫瑰称到三色色香味才最人。人下面颜色也好，跟外国好吃。玫瑰吃个不是几活动了还？啊，玫瑰香、玫瑰树、玫瑰树当玫瑰果子。好姐子，好嘛！老相爷，我欲空此都不一般。啊，一边吃他动着，那么老老心里想我说，哇哎，难道这许多雅会你以后亦不能随意么？这个大伯好对你忙忙来想要，你今天那时间拎不清的了，外公懂我意思了，根本没办法再讲得明显点吧？啊，相爷呀！
为一句话非投降意思当中的我的分析，为我的分出来，老过他几挂上门了，现在的我的分到时间，对种何口可么眼瞪瞪眼瞪瞪，好点了让等一个人等啥人家？哦，等十里。那本人发现了去想到十里意大利。我来自之后，国家部一经让襄阳门前讲，说我对十里啊，一经海话都得了两高头一空水登了一条。海底老乡要过了几卦，可能是大家苏州人话的头去，后说来细细来讲嘛，哎呀，有个印象，为河岸口中之十里，上下十里分来，一毛毛公肉十里分了啦，根本没味道，马上家里来哇。贵州国家部说服十里道是奥运数没得，国家部还觉得奇怪，刚才一头出来过，奇怪是十里没子呢。一看了平门旁边铺了海，做啥破来为的呀？要进过来，哦哟，十里没子啊，想呀叫你出去噻。还有个十里，呕心的嘞，这个有个。也有自家，自家不来害我，让想要害着我，想要叫我出去，连不落一句闲话，我脸上费劲，我怎样得了成功？哦哟，这个有家实力有自家，那么我应当配合个样。还不啊？妹子啊，我不去，还追着我。哦哟，我用来点啊！是啊，你不现在追着呀，追着的，绑着啊！老子刚把这里来这个快接头呀！哎呦，追着，哎呦，妹子，我不能偷杀他这。十里带我的两只眼睛，我过去，对我乌拉毛一年都有个，今朝我到大面神功去。狗些人管我大老远恨不得三个地洞走走，你想要可想要，你一样想到一个人，想到吹响了几乎恨呢，那么就想这个十里家，不要么说十里带给他，我不会搭理人分，不人不背也批的呀，这个我对还批，这个我对不能批高，天地良心，我带给他相互里，十里只要对我就我哈的了。其实让我几天我都关心我，如果不是你关心家中，我半夜都哪等不落。人家不能拼命了喊你，这众生之哈了，身体眼睛塞出来，啊呀相依，十里经济再好，奈何小人心呀！十里还听个句闲话讲，三个一栋狼是栋对狼阶级，接得这让我浑身冰硬呀！我等得了了，到平门被门老一看，等到房间里扑到上浪了，还得痛哭。越哭越想，想得那哈，想到了隔壁这个龙房啦，他把你哭醒着。没眼睛过来求助啊，想这个声音嘛也求你们。哎呀，这里没子啊，别哭，这些是你们良心扎头哈，哎呀，别哭啊，你们不喊我让给，这些就杀你个气的，趁你个本事，管你个家长，拿你个草根，哎呀，没说讲。哎呀，你起码你们帮你母女娃这些苦啊，不是么子啊？这你们娃这些吃了
什么？我要帮你呀！哎呦，这些别你模样，不能模讲。来那个他不，他那个来不，不那个来他。我说那个我什么得有功的呢？那我的只是个谁？我说你了吧？你来吧，这些什么？为什么呢？为这里不是模样？模讲。要不，不是干部，不应干部。哪个？我也说得给。那样吃杀他个来晓得？我要这个叫爱之深，恨之切呀。让十里子要这么去靠。那么这个样子，胡老老心里想不高兴。到底太太个根本呢还是个今朝改革中罢，明朝托人高高到扶手或者收罪，马两个美女不能，真正麻烦那个马上要入的小心些，尽量个西施都妹子改不能。真正再不来日，老老发自根深的几匹花马到深圳，过巨龙到香港，西两个香港美女不能改革。来了刚刚动脑筋的辰光，只听见屏门背后这个哎呦，这两个动儿不得了，搂搂翻着。啊，哥们，那好要想想气是气的了。啥个搂的啊？不管，哪个讲？来三四个定吃规矩哟。对个。3年不超出。上一个我得说高三。对个。那么你现在一来这半年都听我。我是半年，我3年，我5年只要。哪个是讲？哎哟，真的。啥个领导了？真高三不拉黑我。好在我13年半载。哎呦，我兄弟口子。哎呦，你13年半顶口。你到5年有啥细节呢？哎呦，可哪办法叫你去？到说明气人的。哎，气不哪？是的，到天老乡他想要本礼吧。吃3碗呀，吃3碗。说个吃3碗叫你当他公。说起来想要那年和兄弟给你呢，给么非要给上，每人上一个屋头。上一个屋头啊？他们那刚刚在公。那花瓶啊，对，这个人家带这个牌要告诉跟我走，我也干，我也干，有道理想，个人多几钱呀？多几钱呀？啊，你都来做啥红喜啊？我来，过来，这个外边想要，这个饺子啊，关个饺子，这个饺子，你死夸张，啥饺子是啥饺子，娃吃饺子，都吃饺子才吃的着，我来吃。三娘，这个三娘你定吃规矩啊！在乡府里3年不差错啊，上个屋里做高兴。这个我兄弟来这半年多啊，就在家里干，跟你们来这5年啊，7年8年13年半啊，有才。是呀，你上嘛这个上一个吧，干不别干菜。随便上，上你上跟上跟我谁也干。那这想要我只要是女的人样的，我说我过高不飞，出了过高不飞。老老带里都看看，也高兴，3样别高。我家没办法。让我的累了该到相府，所以上一个不离，非得上后天让你改。你顿下来是回头想到，不尽深情。答应不高兴，一动脑筋预测，不离多个上个当吧。好，老夫与共下礼在此，你们各对一共下礼，对得好，国上压跪一礼。乌龙啊，上来了，上那个国民党那么嗨啊！恭喜高高，每人高举不杀高。是的，这个哪里都比这个菜哪对得出对的？一人本事多个叫，那天想要的很高。哪高了？想要一个上里，你都只要各对一个下里，对得出每人上一个。各对呀，不是每人对一个，每人对一个么大高不来的。是吧？各对一个么老是说改到10许多低下人了还。上里面有规定的呀，5个字嘛5个字，7个字嘛7个字，顶多13个字嘛还没啥关系。你大哥每人想一个字，拼拼凑凑一个活人大高。这个别到个，马上再到厅堂上，他想要讲，请想要试上礼。那么想要上礼出来门都只要讲2个字，想要用想，那么再推出来你大哥想，想出来嘛再围上去，个人都对着呀，你还对着。那领导啊，跟先子上礼再说。这，你看哥哥，请想要试上礼啊，那这些人都30要再要起的个，到底个。门开到进来，30要起要起的，老老一想预料。二等天亮，你个地内都红上，别个错。这个你个是地里向一生男女的姑娘，你个地内地里向都
和尚，这个和是末日上的加一撇后道之后，道国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农村姑娘背着道国的郎上来，尔等天命不分。哎，龙仙，我了，来。哦哟，今朝先要开恩，这个上里这天要不能去，出去踢馆。哦，干嘛说叫你搞着？现在那个尼姑地内都红上了。哎呀，你搞什么尼姑？哎呀，尼姑嘛，不晓得二大里向光浪的四公尼姑的尼姑。我跟他尼姑。哎，那么地内嘛地里向哦。地里向。啊，那么到嘛背动妈妈。背动，和尚什么的。哎呀，好了，和尚不晓得个三不来。这个和尚。和尚的这个和尚。我也个和尚。那么拿你跟懂和尚是啥名堂？你跟拿懂和尚的是啥名堂的？哎，你跟的还懂和尚？其实我懂。对着。啥个对着讲？大概么子当中啊，这两高头分出高个前头呀，带过朋友的。那么有时候本人家讲了，他们一个内外人嘛，一个索性做和尚，一个做尼姑，这三个本人家讲着。我是俺意思。大概从上游分口去，该趟呢尼姑前前组织发入为欧他们龙沟地里一看，哎呀，又讲那喊跌了地浪向讲，一看嘛吃嘴子醉了还。吃嘴啊！啊！和尚那不是吃嘴呢？和尚哪吃嘴呢？哎呀，嘴尿不上的。嘴尿不上，别个嘴尿不上，哎呀，上海的难怪啊！那么个尼姑想到送礼的人黄水诺，和尚背了背心上向上来，就叫尼姑地内斗和尚。你得说，哎，刚刚我到中个，男个对男个，女个对女个，上个对下对上，里向对外头，外头对里向。哦，是吗？那么你是尼姑嘛女个吧？女个。哎呀，对女个。没有吧？那么就是对哈布。不，哈布年纪太大了。我也称的。老可我也带着套吧。套。那么你是地内么外头吧？对里向。哎，你对房里。房里。到我们的背对吧？通到前头，打。那么你是和尚？和尚嘛在打是吧？和尚在这里过来。这个背是要人多带谁啊？啊，你真带出来着，真样。先生，来吃个上例子，你到底来到和尚，你这个狐狸是擦法律办干啥？本人家都是呀，好了，我要本人家都弄得一张么去发现吹响分出来，那么怪走出来要指定吹响，天火大。江牙龙不动，实干许多恶人呢，还一家口不中，再一发现思想分出来，哦，那么明白。为了河口中吹响，根本没啥关系，家里不出来。会长顾高部马上到房厅去叫思想出来，有什么的？顾高部进中门到房厅门里一下，打到里向，哦哟，兵太太来他拉接呀，谁怕思想不合适？看见顾高部那么美汉，大概外头势力进来办事。哇哎，修中了哪一个？兵太太说出了事情，实讲许多恶人，加上我兄弟一家分改中，那么所以想要归着思想出去，这个太太你还想吩咐之吧？地浪向崔相一听么开心啊，啥天么一个心里想定清爽，何进相夫就是为之我呀。那么今朝想要哪位想出来，受合府的不了何改个当要神亲呢？那么这个里向肯定是何安用的基差，但是我不了海，你绝对不会改本。现在一听多少呀，要受你思想出去，所以对回过来对太太妈妈不知内啊放完哪肯放？不说这个呀，那么外头不放，但说不出。这个无兵之计，兵一些害些，顾家宝是说到未必为不相依，是太太我为也
谁是？为了想想呀，师傅，夜深不该，让顾家都能出去。哎呦，太说呀，像你这对那个磨米呀，忽然，一时让想不出办法，哪里摆来这个吹响我的？再喊嘛，一说来个把人帮我出自己。哎，帮忙的人得来的，咋不差几个龙洞场？后头进来2个人，少人相府里向2个山羊，说什么再像女子啊，都是生得3分像人，7分像猪。大老姑是个鸽子，你是个雕鸡，追起路来一个看路狗，一个打儿子。2个的母嫂子老有忽悠的放叶子，听见2动物来说山羊不领导，我为了海棠听到该高处啊，而且改革这个副总归的费。想呀要从思想出去把你改造，2个到底挨急个，啥子多么多女人面上里都不多个呀，呼吸吹响想到吹响都是个屁嘛，听见没跳起来，哈哈，我老子叶虫，我叶上我老逼死着啊！不然不说，他是顶边这个想说把你改头我也发觉个。媳妇，就想把你改进去嘛，按照你二菜要切了，我也付得高子呗。我拉的发的。啥态？想说是我个屁嘛？是侬不写了我？我个屁，侬的。我。哦哟，叶松啊，别插嘴，还是想想鸡叉看。我是想是鸡叉里的，炒饭不拉里哟。哎，叶冲，要那啥的？啥狗蛋？王听了，侬西厢来了，好娘里都出去来过呢。炒谁的啥？够灵啊！这么叶生气呀，哪里去啊？这么惨，几个龙都惨，这么惨，几个龙都惨，这么惨，几个龙都惨。弟兄2个的品质相当不难呐，你那个修进来么实在忘听。哎，2个的酒要喝，去娘家不喝的，大堂来嘛。妹妹，你记妹妹。哼，怎么来个鸽子？哎，我动作弄不清的，一说一喝修上来。你记妹。哎呦，杨妈妈姐姐，他看见个2栋白虎们，真的欺负起这还些。大郎儿啦，把脸起来。小妹妹，那时候是妹妹。你姐夫是不等300的，豫章前天的来商量。后日商量。妹啊，这个事情谁要管你老三我个？说个配的，你之间要见来上我，啥事你多分天记下。举证后事。妹妹，枪府里向有点规矩，男的我人3年不做车地天嘛，唱个屋里不里做高级下班。是啊，这夜上了40的哦，手里子还付丫头，等了海大厅了，把那永务改个包当成亲。妹妹啊，改造前天你切的个？为娘们以谁的居先？啥么子呀？10大动早前天，你妹妹光走切的。好啊，这夫妻嘛开店后记，这夜上么绝对让逼死的呗。妹啊，你雕不当那夫人嘛，当那戏人哟。虚言后生。妹妹啊，你这份看见呀，海大厅啊不这样子呀。这夜上么受了几当中，不好个切。那么你啊不相互的笼子上身女人，还弄得边就是火落，不让相互三个开门嘴的。这个是自由。说的是被档次虚言后生。他是我的三老板，再改我总是看上去这个能卖出去把你改了。你帮一下呗。放肆！你耍个道理，你也不。媳妇，门里吵个意思，单不吵个意思。他本来够好来的，俺看呀，把那2白虎一天嘛不来，嘣，后冒上来，大郎儿啊！不用多言，苏大未必相信你家弟弟带来，是为娘与我同分。叶初啊，妹妹叫你吃夜餐饭，叫你吃，这
头挤那里呀？眼睛对难看。叶聪啊，眼睛里看见也差不破个哟。我看见你混啊也得这个哟。干么这个？打你一道气，光起了一道气呀！这这样，两个的路修出来，当时的海棠厅平门白玉，口浪的吐进去的里向一口，火辣辣的呀！那个老三我手了当中面孔别破哦，这个泥龙王了。叶聪啊，侬实在要得不得？没事，非要说法了。没事，我河北省已经冰冰一眼的呀。那面是几个要好，那你位置吹向暗暗的比这河里向来，几个要一好，一个锣鼓不开，一个儿子不打，我从强调成要走，强调不走叫哭不开的。啥个强调？老了享福了，哪不能养出这个两个儿子？可见这样杀气，对不住，这当分可见。两个的当中还是阿你了，对稍微大点，牵了过来，到了上地，你记了有地，你记了有地，记到了上地，怎么看？哟，一下得了呀！多多的呀，那个子个子，根本就是个隆隆的，我去学个老的，那么才弄家修上来。掉了花，你了啥？啊！你了啥我？哎呦！叫我上面叫我们老三我讲，我在水莽之中，大无此何日？叨叨，你既问妹妹见面，请来到林场去，与找前去商量商量。何以商议？你进去怎么就晓得做啊？总不见得满杀亲夫的吧？对哦，蛮亲呢，为读书也一道去啊。啊？读书啥人？读书就是大把话案。咁叫话案呢？你个字呀，话案两个字啊，话，出来个关键人啊，咁么出个，那个叫你读书的。咁来到分开的机会，到头走有的那一大进去，把你娘关起后来，八字吃顿三碗也好个。对哦，这个了难打读书就一道去了。我想要过了奇怪，读书，你想我五个兄弟呢，落到那个读书去，哪个大书？喏，一可不河岸吧，上面上河岸，我们记得呢结巴弟兄了叫。奇怪，叫河进去做啥？哦，哎。思想让高想落地当农看待，现在把我改退的三个是女性，因此要看看这个女性人品呢，还有学问，这是高想呢放心，啥人我当得出。两个女子呢，争取一喇叭枪，家里都为失望，为父明不了，二等所谓水房去吧。我更想不来个。你要跟进去看看到底呢哈，叨，你这样一来进去，那么需要没说法，弟兄两个的这个人就忽悠的去放叶子，我相依水无来，是来。当把根子来了，一路往里向进来不行，啪，天个不得！他是今在思想在外头，用多多命令这种顶边出新郎人吹响。但是里向不一定的，啥子门我不欢喜吹响，你这个太太晓得个，为止个让吃个太太个口头。眼的老太太弄个吹响靠拢，其他三响不能改变龙家，但你别这个，不办法，只好根子来了，是往里向进来。进中门十大王庭关照后等一等，让人门里笑一笑，大道里向夫人这一些身体松定，想要邀进门下夫人。来相公，您还恨我到此如何要事？只因妾身与一时不明，已有大名同闻。
何喜呀？黑当天华爱秀美，口语即日。预计是的。预计是的。他气的。想想老女人啊，你把那儿子生了你说对不当我夫人当我媳妇，10个多的事体啊，根本你先等我商量商量。要我思想出去嘛，当面当个最好。说进来不进来哇？啊，发脾气。那么西洋国夫人要一万人相慕，这还说两声气哟。老相公啊，夫人。听到老师卖力分享的分来道喜，哎呀呀呀呀，语气来害我，根本呢还这当分听懂。哎，夫人，自家夫妻何用可谈？哦，你得分忘记呀，自家夫妻，我当夫人了呢，老相公啊，夫妻的。相见须并送狗食，为什么把妾身母在那狗蛋中？哎呀，父母呢？我们来不及告诉你，这人首次人不这等这样人是名花爱尽心。哦，懂儿害了，还没相夫的有规矩的呀。虽是他之恩，大得真君子。上一个牙贵口通用，后边把黑大天人闹得路红。听几是听那不这样子呀？隔壁屋里像花的这个粗菜粗茎，弄得像鸡的这样你睇够闻了。夫人欲少过急，因为做主赛和夫的娘里给我们还可以单单上一个，还是能全部我的娘里接受，我们是得做主赛别气呀。哦，你别气，没好，你别气，我会气呀。这个屋里我欢喜呀。思想彼此都伶俐，他们吃对忠心，是否老风？特别是个崔相，聪明的帅。随便做啥事，我用不着都讲，你莫说我心思的呀，我道理弄的呀。
也不懂。继续了吧。哦，这个难可以，大丈夫一春水怎能反悔？告诉这个大丈夫还可的，这里一春水不能反复的呀。哎，你这还反悔嘛？我们这还单没完。如此嘛，妾身姻缘毕了。那么得罪。大家来高兴还讲道理，说情心话那个懂意思。望爱相亲啊！是他梦里了大大理想，想以风声在上，就是望爱开的罢了。起来，当然相依风声，起来嘛方便一来。他眼睛对你那让晃了，每种只用人吃人吃钱，那个地方吃过个，实际上我对不能给，各家不诚信，官家不忠义，每日有什么个样，也我不抽象，对呀对的，抽象、虚象，他就是集众生之想个办法出来，不是他便当不能随着个改呀。老相公，夫人，我也明话哎，各闯锦绣。啊，此话怎么讲？是此言不知不如此话。哎，你若姻缘嘛，我也姻缘。相公不愿嘛，妾身亦不愿的。哦，哎，那么听出来是，哎呀，老高兴分同意，为的乃为的，答应不高兴，想出个办法，各场锦绣，啥叫各场改？就是说我的场外的，我的场里向，从里明我场挖出一块石头子说出来，让我改，这个不是改，这个以这个磨菜的呀。哎呀呀呀！这个哪来人？为律吧，不答应哦。老高兴一起来，到底夫人我到底是个童儿，明确去3分，谁各场改嘛？那么我说起来，你想要说菜我拉法，我规则改嘛，改面孔也是改，改嘴脸也是改，对。老先生张红豆。哇！哎，相依后人天德，后人命理，该传锦绣，快是过。这个嘛，对你忙来那个弟子，你那答应得了不啦？刚开始唱口不见面孔，这个叫改啊，为的他个脾气，哎呀啦，要么就这样改，别么拉的混出去，改个酒量没的，谁答应得那个临香别放是。曾太太吩咐，你，老相公，口明话爱谁是稍等片刻，老相公嘛稍坐片刻，我要得里边安排呀。东莞要到里向采拔起子。老先生低头大字下说道：“天性规则把守的，身体守定么了老等。”那么他去忙的，房厅2只过廊，2间厢房，大致思想进东厢房，厢房以定心1把上床，不收，关上小金，当中四手每一手了10块块名目，等于世家的。4人这里，每人生一只节气，那么伢不了外头改，别咁多节头要生食生装，否则雷子动是外头长得出个。生意那样办法，这原来是
春夏秋冬不来个，可是夏天上来，第三个长根水打来嘛，水枪不治理个。我偷偷好打路，咱吹响发了第一个，哎呀，不来个，第一个太危险，水当其冲啊！可三句过来，个启发神水气呀，一天没起个是哇？什么？后头一点半西点，哎呀，不来个，哎呀，什么嘛？改面是过去什么？改面是过去神女第一呀！不来，哎呦，不想得危害，一想也好走，恨不得那个吹响扛起来不把你给，但是做不得的呀。慢慢的，把了第一个下响，第二个吹响，第三春响，第四冬响，八下时辰嘛，我要观察两三。要对们，太太，夫人有几句话儿在此，你们要牢牢谨记。哎，太太啥个有讲？设定另外既修之时，你们一不可讲话。我不能讲闲话，我可是打哪个话？一些些话。二不言。可是，可是也不能客个。那么太太，这些卧龙去杨先生们那边，并一并二是谁？三水之儿不准入洞。水这里不能动。那么门子顶呢？你混哪天那时候到底上门子家？干你门子哇！哎呦，但是难看。那么太太，这些干嘛的水天井那是我自家懂的。这还是不水天井这一胖天井，这还不去。为玉，平日里夫人接待你们受到御下珍贵门选，非为女子要多出温容，切忌称累。说如不听我夫人的交代，我会我教发夫人。是的，给他们两张眼睛，是回到崔先生了。一年日，小娘啊，我个闲话呢？懂，晓得吧？太太这个两三闲话，侪是讲给我听的呀。是曾太太吩咐。关照事情的配吃相望，门道上到天津里来，农人身边守定，老相公，妾身真悲岁岁，空明话说说尽修。才把孩子。好话说说尽兴。是当不好对的一口嘛。哎呀呀！那么我就杀鸡这个名物上不是包的，非是面孔生的那样子，就连这个人身上像衣裳啥个颜色一眼没生动。从飞机这个水上供水独来不去，不来不去。房厅上向大家在不想别别人。叫鸦雀无声。那么里向4个屋的男人，还有3个鸡拉向了不响，肚皮里向在那走你的。这个我下那想，他夏天弄我放了第一个，这个是太欢喜我呀，他娘个第一个把了我给，我人品好，我文好，脾气好，讲闲话嘴弄弄，是个真正能够带你成功对夫妻是，哎呀。这就昆蒙队的人也三个贼。那么丞相呢？丞相晓得我欢喜崔相，是个今朝娘让隔壁的崔相呢，吃里多个细嘴。那么他是在娘让我呢？搿搭很傻，顶不进了啥么个东西啊？啥子么想我遇得得你？前头3大难关的里，一里不吃上冰糖，那么熬上我，看上去是5把海。那么崔相呢？嗨，过些辰光崔相心里想讲，一是个急，一是个难过。想想太太，拿不来想出来。既然见得该，那么面上面都让不人家看看清爽，这人面不见这个哪家该了？看来今家的事体总归这样子，所以青东东那里向偷一口气。难
那随着一船之歌，寻个飞荣归水，真是内伤了。这一当把后走来走去的脚步声，他，待听得脚步而响，哎，在海里的耳狗心跳声音才听得见了呀，心被儿跳吧，也下他所需。去上，对平常这里么家里哪个？哎，脑袋是样的子，遇出了花园里向，在海里捏了只我只水，再一看看我这里拉向有几只楼，几只分支，这个也难为情了。我努力的水一上了眼睛大，那现在想想，倒有点挨了在。如果当时辰光把你看清下子，我搿只这里浪向是只分支，搿么今朝改起来，哎呀，便当之地呢？哎呦，那是现在一点点办法没得个那么曲江水看几个记住可都蛮熟的，记得有一周就是让他吃的房听了，
太太关着我房屋孤影，崔姑娘来火自己的旁边忙的小香，过得清清爽爽。原来两个的忽悠里向排队，水彩戏到落梅地方去白相辰光，也看得清清爽爽。根本我只要看得仔细点，市场这里一张一张仔仔细细批下来，版本我认得出哪里这里是崔香。大把好过来追得紧点，在市场这里从第一张看到阿面一张，阿面一张看到第一张，从头到底几个来回看下来嘛，就说谁做的都呀。这月子一样喜，一样的酸，一样的像春生，一样的自由山，将我是好的去太太妈妈来太太，平常呢阿弥陀佛求手说香，今朝想着这个撮黑你的来捉弄我不来，你起码要说我说你。你想崔姑娘老师想二哥啊，今朝你娘出在这里了，那还弄啥？他是娘出头，真家伙啊！他是一则之差，一则之差，也我俩终生死。我的有样，也不恨山，也不恨山。就回过来的想要妈妈，谁是呢？外头我答应得了，我爱继续了啊！到这里向夫妻两个一商量，想个撮卡你的来捉弄我，没个，人家一个人都自家人，总归帮自家人啊对。看得出，眼神里向抱有几色，挂内挂，蛮好改革，实上里的各场检修。那么喊你帮帮你个忙吧，那喊帮法蛮味道，那个先打透透口气，透出来是果说是崔香把了第二个我聪明人用不到我讲的。眼手一挥，我们只要立住手，两个这里，第二个，假是第三个，我三个这里，第三个，对，啊，夫人，来相公，这个法儿有趣得很，足见夫人大人。哦，也需要夸奖。啊，夫人，非追你心爱的崔香，待在第几个啊？哦哟，几喜喂，也想凑我口气的人，不让那个当。哎呀，来相公，说问崔香摆在第几个嘛？妾身得意。好多的了哇！哎呀，把俺女人我的好不，老句头发出门了，还得我哥哥抱起噻，只好靠你自家的。也帮忙们这边帮个呀，吃饭到我去里今朝非看我自家不可，我自家来点。像这个啊，让我们是太太的心思来猜猜看，我做太太崔香把第几个？这名字吧，称我崔东。今朝太太被名字推好子了吧？第一个对不得俺头，阿妹一个顶到那人就第一个。俺们师傅估计第一个不对，第三个不是，阿妹一个不大空的。哎，这个种办法等于可能都是第二个呀。所以当把好两张眼睛一傻不傻，盯了第二张这里指了啦，看。他也觉得嘞，好像那第一个看不得个。可要看起来抽象呀，觉得个心地起来面孔，做子四个在，不错，对个，看上去第二个是抽象，三呀，不过，要是一个另外讲第二个，隔壁第三个人，咁人家第三个倒是第二个人，做夫妻也三也是的。所以让八个吧，刚刚的第二最头看个辰光，眼梢一关，被太太面孔一望，面头被你割出来的。他的脚上开被泥房了，
分控这个老家伙判身体立定。哦，那老家伙立定嘛，他的心老家伙不了多为女。哦，绝杀噻，绝杀噻！咦，谁去做啥？不干啥？啊？哎呦，不对！哎呀，你老兵啊，你晓得的呀？你像女人毛毛线叫林丁立不动的呀，神光一闪，耶稣拜托嘛，身体嘛气发气发，舌头嘛动发动发，这些嘛咳三波水嘛退三波气，咁也的，什么的病我有个的主，小丫头，这次啊，老分相思嘿，哎，你什么子？小我的眼睛，都去拿水箱，这个水箱他下追到出来，只有3层上，等到地下了，他才一起来洗澡。哇哎，放手！我太太替你一支香的时光，继续无。这个呢？哎呦，还有辰光了。向地上那20改，等到向地下再不改种，受伤受气就没得改的。在香炉里向一口嘛，哈，一哈呀，那么个纸箱一共只有3层长，可是一句话头刚刚低个辰光，嘣，一帮火杀得半根，公众为难半根啊！这香的两手迎风啊！霎时间，一支香为人半支香，整整一些功夫啊，这支香里一称才不得10年。余香为人7分香。一句闲话脱口而出，哟，想啊想啊，为何谁的片刻，你的一称够不到了？哈！李香崔姑娘一听，哎呀，这个了，哎呀，这比是红是黑。当时就为了此人哎，本着是一山还是牛能山，吃不得，还是儿化作两内口梦一山。我这里个船无法问阴山，哪得红丝为梦把我拿烂我了指出来，这才不好。说的这样结了我结婚头，办法一样想不出来。想归想，让你对我心之心动脑筋都是真的。别这是个废话，别叫，心之心只是一株你的嘛。了，办法来了。想到当初的香米先生就有律章，想法是人工性之法，香米名气响得不得了。一手一下受到金米下不过皇帝得胜的。皇帝做你的哪个嘛？把他时光了对我不理管，预兆1日，你以后不用我找为师要同意，怎么啦？死他的！我有了一张袖手进宫，皇宫里向如何一瓦里去36个女人。皇帝关照下面先生哪来看？来看，这样子女人当中，哪里个是皇后娘娘？说得对，封来做个官；说得不对，欺君之罪，杀那个脑袋。有了一张也黑的。晓得皇帝搬我出的一我死，根本没个，今朝高武节步到金楼地上来。到时候有力装起2只的毛，这个被女人头上向弹一支，喏，娘娘队长一红光，
妃子宫的王后、皇帝听着才是一眼呀。王后头上有红光，从来分看见下一看个来，哗，颜色翻过来，对王后娘娘上头那浪看，有那种杀意不杀，各出苗头，两万万岁，这位的是皇家娘娘。皇帝眼头个的呀，我又不能想中是有道理啊，有道理，甚至没有道理，那自个歌颂的我呀。今朝蒙随我这个办法，攻心之法，对头之上可罗里个是吹响，达到太门前，兵太太。小生要继续了，用不到官在不管，说继续。达到上苍公司活龙八高子，谁想之际，谁这里了？那么晚了一声，你想趁我东山乡才听下来。哎呀，这样说起来，我该总是吹响这话。那么你这里为什么外边做啥呢？进来吧，马正里下说一说。不晓得说到一步没得想个噻，我去讨关上，你不能动管，动一动要吃啥活管，那么哪里再伸出去？哎呀，过去辰光吹响各种夸我的事啊，想不到我这里我说的认得出的哪？哎呀，那么早讲，非要早出去干不人家，心里想一见到搿只这里非来不动，生得别多事。老帮我干苗头呀，三只这里往里向一说，重新出来，大新的不是吹响。第二张必须是背着吹响，哪么去真打上来？这才是气象奇迹啊！这过来一动一气，当把话过上也是气象哇！对，不过来对来了的妈妈，来了的那爱娘的爱娘的，那说的有道理不？不晓得安分大夫人可是吹响？不是吹响是哪一个嘛？要哭出来夸赞，一人能终人酒肉，总比到此结束。